曾经互外界看作是情同爸仔囝的前总统陈水扁，得到消息嘛非常的艰苦。伊讲伊昨暝拢困袂去。伊讲李登辉是民主之尊的老尊长，即摆看袂到老尊长的背影咯。伊阁讲，2018年1月15，伊到台北向李前总统来祝寿，但是想袂到这是两个人最后一届来见面。非常的悲痛。 非常的哀伤。前总统李登辉过身去，同款嘛是前总统的陈水扁，讲伊真袂过心。咱李前总统，就亲像咱台湾这只民主之尊的老尊长，即摆咱老尊长的背影已经看袂到啊。未来这只船就爱靠咱大家安尼。 团结一致，做伙来使。曾经有人讲，李登辉和陈水扁那爸仔囝咧，2002年因为陈水扁推杀金融改革，和两个人关系发生变化。一直到2018年正月15，李登辉做96岁大生日的时阵，才和好。伫迄一届的见面，嘛是阮两个最后一届的见面。李前总统一直咧讲生甲死的人生哲学。 但李前总统不仅是一位非常卓越的政治家，也是令人亲近的宗教家、哲学家。陈水扁的遗憾，两当前的祝寿变成是两个人最后一摆的见面。李登辉的过往，嘛互政坛后辈做唔甘的。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陈其迈立面册顶悬讲，感念李前总统和台湾对威权走向民主。 用上大的和平、上细牺牲来完成转型，感谢心目中阿辉伯的努力。伊也阁讲，民主之路会继续行落去。民众党的候选人吴益政伊嘛表示哀悼。 对台湾的民主贡献非常大，这美好的一仗他走过了哈，也打过了，希望愿他安息，然后到主的怀抱里。前总统李登辉已经过身去，台湾民主之路的开路者，功过是非，都留予历史来写。